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神秘異說，我係神婆 Ella。今集主題係彈簧腳傑克。彈簧腳傑克係維多利亞時代都市傳說，最早目擊個案喺1837年9月，有一位商人深夜由倫敦返屋企，行下突然間俾一個身影嚇親。佢見到一個耳仔好尖、鼻好大、眼突出而且發光肌肉男人，好輕鬆跳過巴恩斯公墓圍欄，喺佢右邊路面落地。佢冇受到襲擊。呢件事發生之後冇幾耐，有3個酒吧女侍應喺條街行下，突然有一個人喺暗巷出現襲擊佢哋。個男人捉咗其中一個女仔，呢個女仔即時掙扎，最後扯爛咗件外套先走得甩。波尼亞當斯因為跌低，同2個朋友走失。幾個鐘頭之後，警方發現亞當斯暈咗喺地下，上身衣服被割爛。亞當斯話個男人捉住佢胸部，用好似鐵嘅爪刮佢腹部，因為咁流血而暈咗。去到1837年10月，瑪麗史特文斯喺倫敦西南面巴特西探完父母之後，行返去薰衣草山返工。經過克萊芬公園嗰陣，有個奇怪人影喺暗巷出現。個男人用雙手攬實佢，仲錫佢塊面，同時用爪扯爛佢件衫，摸佢身體。佢嚇到大聲尖叫。個男人即時逃走，附近居民聽到尖叫聲即刻趕到，周圍搜索冇任何發現。瑪麗證詞話個男人對爪好似屍體咁咁冰凍，而且好濕。第二日呢個目擊者喺瑪麗屋企附近出現，佢向其他人出手。報道話呢個攻擊者逃走嗰陣跳過一架馬車，馬夫因為受驚令到馬車失控而撞車，受傷好嚴重。有幾個目擊者話個男人一邊發出尖銳響亮笑聲，一邊跳過9尺高牆逃走。有怪人出現消息好快傳開。幾日之後，有位女士叫克萊芬，佢喺教堂對外開放空地附近受襲。警方首次發現證據係2個大約3英尺深腳印，證明呢個人係由高處跳落地。腳印之中有個印記，現場警方話呢個印記可能由某種壓縮彈簧造成，但係當時警方完全唔記得為呢個重要證據做石膏注模。好快有怪人出現，新聞傳開咗，媒體同大眾叫呢個怪人做彈簧腳傑克。之前民眾叫怪人做公園幽靈，因為佢出現地方多數喺公園附近。幾個月之後，1838年1月9日，倫敦市長舉行一場公開會議。市長認為呢件事被誇大，唔相信呢啲報道。期間公開一封投訴信內容話有啲人同其他中意玩嘅朋友打賭，佢唔敢扮鬼、熊、怪物、魔鬼等呢幾個形象出現喺倫敦附近村落。另外仲話佢唔敢入紳士屋企花園嚇屋主。佢接受賭注，呢個冇男子氣概惡人成功奪走7位女士神智，其中2位康復機會唔大，成為屋企人負擔。有一次呢個男人去到一間屋搖鈴，女僕人開門嗰陣，呢個禽獸不如嘅人着住恐怖服裝企喺門口，女僕嚇到昏迷一直冇醒。事件已經持續咗一段時間。好奇怪，報紙媒體對呢個話題保持沉默，相信佢哋已經充分了解成件事，因為某啲利益動機被迫保持沉默。現場有一位民眾表態，話女僕之間確實係有講關於呢啲鬼魂或者魔鬼恐怖故事。公開會議第2日，泰晤士報報道咗怪人出現事件。過多1日之後，全國報紙都有報道。喺同一日，即係1838年1月11日，市長展示一堆由倫敦各地寄俾佢嘅信，話全部都係投訴呢類惡作劇。市長認為鬼魂喺人間做出魔鬼嘅事係冇可能。有一個佢信任嘅人同佢講，富瑞斯特山有一個女僕俾一個披住紅皮人影嚇暈。市長好有信心將呢個人捉到，要佢接受懲罰，下令警方緝兇，仲提供破案獎金。1838年2月19日深夜，18歲少女阿 Jane 聽到有人敲門，開門見到個男人，對方話係警察，喺條巷捉到彈簧腳傑克，想問佢借支蠟燭。阿 Jane 翻入屋企攞支蠟燭遞俾對方嗰陣，佢見到對方着住件大斗篷，頂帽甩咗。佢見到對方個樣好得人驚，個嘴噴出藍色火焰，對眼係紅色，個頭戴大頭盔，件衫好緊，睇落去似白色油布。個男人攻擊佢，扯開佢件衫，佢嚇到尖叫。阿 Jane 家姐聽到佢尖叫聲，即刻跑去門口，
將佢拉入屋，即刻閂門。個男人繼續敲門，過咗一陣間冇人應先至走。阿 Jan 話呢個男人對走好似係某一種金屬。3日之後，呢個着斗篷男人去到另一間大屋，僕人開門聽到對方揾屋主，仲講得出屋主個名，轉頭諗住翻入屋通知主人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個男僕人見到呢個男人雙眼變成紅色，個男人即刻跳上附近屋頂逃走。喺呢一刻，男僕人見到呢個男人件斗篷後邊繡咗金色 W 字，好似家族或者國家象徵徽章。5日之後，1838年2月28日，18歲 Lucy 同細妹去探哥哥，佢哋離開哥哥屋企，翻屋企途中經過一條巷 ，Lucy 留意到有個男人喺前邊，再行近啲，佢見到對方着住黑色斗篷，個男人突然間捉住佢，向佢塊面噴出大量藍色火焰。Lucy 嚇到癲癇症發作同埋失明，佢哥哥聽到尖叫聲跑出去睇下。去到條巷，發現 Lucy 瞓咗喺地下，另一個妹抱住佢。哥哥將佢哋帶翻屋企之後，冇事個妹將成件事話俾阿哥聽。去到3月6日 ，Lucy 由屋企人陪伴去法庭作證。最少有4個目擊者宣稱，襲擊者逃走嗰陣，一下就可以由地面跳上屋頂。泰晤士報報道用老道口附近罪行做標題，報道阿 Jan 呢件事。老道口係指倫敦塔漢密區。事後警方曾經拉過幾個人做調查，最後都全部被釋放。而警方話 Lucy 患咗歇斯底里症，非常焦慮。托馬斯米爾班克受審記錄，因為佢喺酒吧話自己係彈簧腳傑克，警方將佢逮捕。逮捕嗰陣，警方發現佢屋企地下有着過大衣同其他衫，地下仲有啲蠟。最後脫罪原因係因為佢做唔到噴火呢個動作。阿 Jan 堅稱襲擊者係識噴火。呢件事之後，市民都好驚，目擊情報越嚟越多，越嚟越誇張，而傳播範圍越嚟越廣，例如木偶戲、評價恐怖小說等，全部內容都離唔開呢件事。不過報紙報道就越嚟越少，傳聞內容都係話傑克匿埋喺陰暗位，等路人經過嗰陣突然出現，襲擊路人同時噴出藍色火焰，等啲人嚟唔切大叫，傑克就可以用非一般人能夠做到方式跳上高牆逃走。市民除咗驚之外，好多人莫名其妙被指控話係彈簧腳傑克，所有人都唔相信對方。喺呢段混亂期間，更加出現咗好多人用傑克身份犯案，有人着黑色大衣，將條領拉高遮住自己個樣犯案，亦都有犯人落網嗰陣戴住有藍色火焰形狀紙面具。仲有一個男人叫阿 James，因為佢包住床單，戴咗一個有鬍鬚面具喺街上行，被罰4英鎊。1838年4月，倫敦南面一個女子受襲擊，件衫被扯開，個口塞滿草，俾人捉住由半空掉落地下。事主話兇手係傑克。呢件事之後，傑克消失咗一段時間冇再出現，不過傳聞冇停過。5年之後，1843年，新一輪目擊事件又再出現。目擊報道將傑克描述成惡魔，例如其中一份報告話傑克有角，對眼好似火焰咁。不過咁多年以嚟，雖然好多人受傷，都冇一個死亡。直到1845年，泰晤士河南岸亞國島係19世紀最出名貧民區。13歲妓女 Maria 被逼到一座橋下面，傑克向佢塊面噴火，將佢掉入惡臭坑渠。目擊者即刻報警，打撈之後驗屍報告話係意外，不過當地居民都相信係傑克所做。1872年11月，世界新聞報報道內容話，因佩克斯鬼魂陷入騷動，呢個係一個神秘人物，外表令人恐懼。社論話係傑克再次出現，當地居民都好相信。最高峰期每晚有4000人聚集一齊捉呢隻鬼。一般人認為最後目擊個案係1904年9月，地點係利物浦北部艾弗頓區。傑克出現喺一間教堂屋頂，目擊者話佢突然之間跳落地，向佢衝過去。佢見到對方係一個好高大強壯男人，全身着白色衫，頭戴蛋形頭盔，衝過嚟嗰陣發出狂笑聲，之後突然跳上附近屋頂逃走。對於傑克真正身份有好多推測，當時最廣泛謠言話係愛爾蘭貴族范德福侯爵，因為呢個侯爵經常醉酒鬧事，對理性藐視同行為反常，有瘋狂伯爵之稱。再加上1838年2月，
男僕人見到傑克外袍繡咗 W 字，范特克侯爵頭銜第一個字母就係 W， 所以有咁推測。不過侯爵喺1859年意外過身之後幾十年，傑克依然有出現。就算侯爵冇死到，年紀都大，身手好難有咁靈活。傑克可以跳上成層樓咁高，仲識得噴火，應該淨係雜技團嘅人先可以做到。而傑克出現高峰期係1837至38年呢兩年。假設傑克真係由侯爵所辦，其他都可能係模仿者或者謠言。喺100年之後，1939至1945年，捷克首都布拉格出現咗一個同傑克好相似嘅神秘人。口頭傳說之中話佢都有非凡跳躍能力，當地人叫呢個人叫做春天人佩拉克。早期描述話呢個神秘人除咗嚇人，仲會殺害同強姦婦女。之後神秘人因為破壞德國佔領軍裝備，同埋割斷佔領軍軍人喉嚨，成為當地民間英雄。好啦，我哋今集又係咁多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